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是有一个新手爸爸日前带着小宝宝到垦丁来耍5天4暝，因为考虑到亲子饭店住一暝都要6000块来起跳，所以决定改带着平价旅馆，家己再过来准备红婴仔床，安尼较省钱。伊的红婴仔床安怎准备呢？伊是利用厂商所推出的30块免钱的体验的专案。 落定了后，把这个婴仔床直接送到饭店，让小宝宝困的了后，再搁共退货。讲安尼总共省12000块。这个新手爸爸想讲家己安尼进熬赚到咯，就把这个方式铺上网，甲大家来分享。结果，互网友甲屁想，讲伤咸、无道德、真恶质。 垦丁有日头沙堡真会耍的，是真热门的观光景点。就算无出门，踮伫咧饭店内底嘛袂无聊。各种的娱乐设施，互囡仔耍甲变过。有一个老爸正带着红婴仔到垦丁5天4暝，考虑到亲子饭店一暗就要6000块，4暝要2万4，实在是较硬斗，就改定一般的旅馆，佮家己扎红婴仔眠床。不过，伊毋是家己扎，是上准红婴仔眠床免费30天体验专案的厂商。都会换过，是。 这个老爸伫咧网络顶悬分享，讲落定红婴仔床，请厂商送到饭店，到饭店领取了后来使用。5天后要退房进前，才甲厂商申请讲要退款，讲安尼会使省12000块。佮讲这是带囡仔出门的省钱方案。不过这个铺文一出来，互袂少的网友倒弹，讲这是咧滥用人的好意，讲实在是伤悍嘛，真正是啥物人拢有，敢会是咧做广告？ 夸张啦！当然啦，是没有人会想要买人家用过的。我们也不希望买到别人用过的东西啊。民众认为可能会买到别人用过，感觉怪怪。其他红婴仔用品的业者嘛有同款的考虑。别人就不来这边买，就觉得我们那是二手店，不是新的店啊。小问题是你不能开啊，你开就表示你使用过，就是没有那个鉴赏期了，所以说你用不能退。 跟我们讲说你的需求在哪里，我们都会免费提供。虽然这个老爸分享家己的省钱撇步，互大家参考，不过敢若不是有真侪人拢愿意来采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